人口6万人的女埔乡是屏东县青态乡镇，承办合委会客家庄文化资源普查计划的屏东成江运输发展协会，经过2年的调查，涵盖为女埔的12个客家村，深度的30位国家的工艺师傅，是六对地区保存深度的素材，传统手艺产业文化表现非常精彩。普查员一步一脚接的去探访，累积家乡的基础文化资料，唔单止交换起居民嘅记忆，也很想为大家对在地文化嘅关心同热情。唔條俾都靠一家人都靠一個人咧，學一家人係咪？一個香油，一個香黃。呢批街巷茶杯來來去去，個鬧熱點係幾多？用嘅普查員來到個演藝店，拜訪74歲嘅羅國演藝師傅，去做客莊文化資源普查。家你割一個一兩年去叫個時間。這個都10分鐘，10分鐘。咩樣嘅呢？割一點呢10分鐘啊。10到20分。好，10到20分，10到20。普查員見滿滿提老師傅點乜嘅講乜嘅講到詳詳細細，點出野陣功夫，普查員見識到用純手工個演藝嘅成本等。啊，你看那都正開始。哦，都變下。因為下雨了，下雨。哦，我說這邊現在哎，對。雖然聽落來怪家，實體又大又鬧，唔過老師傅總採用，還係堅持用手工來割。安尼唔但強健感覺人本人風氣，咪表現出手工割演嚟嘅價值。我13歲去學嘅啊，今年73嘅，28年次嘅，73歲嘅，啊，今年都可以算嚟都60年有嘅哦，60年嘅。普查員一篇文一篇詳細做記錄，為傳統手藝留下文字書面記錄。我哋主要是我們都講，也師傅很萬人，吼，阿姨乜嘅做乜嘅會去學嘢嘅。當然我們都話啦，個門中藥店都講，如果有一道種，個醫呢會有一道種吼，頭都要嘛要講嗰道種，嚇又有嘅鋼刀，吼，我哋嘛會佢注意有嘅刀嘅，吼，咁樣啊，然後又係嘅字形啦，吼，嘅絲嘅墨嘅線，也就全部都按門教義。屏東成江永續發展協會作為合委會客莊文化資源普查，對600鄉嘅國土來看客家莊，聽人口6萬人3年嘅女埔鄉，家家戶戶去拜訪。從爸爸學嘅呀，哎呀，中學嘅都開始，差唔多到寫。哦，外國寫都開始學哦，你讀書業都開始，學呀咧。來到廠嘅人看中門店嘅師傅點功夫，普查員已經研做訪問記錄，已經研睇順條貼上。刀嘛哈，用一支棍嚟刀。把它撐開。哦，開始給力。那竹子它也韌度很高，所以它必須要那個利用，它要過節，利用竹子的張力啊。然後讓它直接過來，這樣子。中門店有乜嘅嘢傳到第一道台嘅，仲可以普查員聽出外門嘅問題。嘅敲門啊，都講第一代像嘢中門店嘛，吼，第一代都先嘅竹嘅，吼，第一個就跳竹過後啊，吼，最嘅都講一樣嘅鋪，啊一樣做幾類鋪啊去，唔可以分散去啲啊，吼，你都冇法度組合嘅。它的力道才會可以拉繩子，把繩子拉緊。那個線。做工複雜、勞時費力嘅傳統竹門店，
唔单止有炸动的作用，同防蚊的功能，上做韩国係做好事，天初會有嘅。因為農百嘅客家人，無論係土錢還係業務，都愛買一兩重新嘅種蚊糧。唔過生活習慣改變呢，用嘅日見來見少，所講種蚊糧咪見來見冇人做嘅。總是迄個是講本一兩5000元來買啊吼，你真正買冇一兩冇好呢，係咪啦？所以講家私方面，你他個接觸唔接觸，佢有係費事。第一條路講啊，有啲人可能有問條路嗰種以前嘅農業沙皮嘅東西，尤其係後生嘅電腦科技發達咧，一定都會注重安尼咯，唔可以注重安尼啦。我用流起啊起來，嗰種嘅阿魯米嗰度做下去，變到阿哋都個磨合到這市場上現也用出嘅啦。透過訪問記錄，屯邊體重以下嘅客家文化、數語、產業，由你同嘅記錄，咪本人看到。雖然係行人，啊，唔過對一個客家嘅文化啦，以及傳統嘅產業啦，算數語，攏半知半解，唔會改動啦。啊，自從講做一個訪問以後呢，因為我哋接觸到改道安尼，有一個機會吼，都可以做改道嘅訪問，改道認知嘅東西，我哋都可以了解，係，啊也可以寫出來，記錄下來，啊，本一度後台人啊可以知安尼。有必要要去做這個普查。承傳這種文化，本身人的人更加身人的真實的呀，太刺眼了。啊，別人底下講哦，更加老人家，特別老人家真的很辛苦哦。其實我們應該要先了解，從了解自己開始，那我們才能去思考家鄉要怎麼樣往前走。所以我們就參與了客委會的客莊文化資源的普查計劃。我們在內埔總共進行了2年的調查。那其實這裡面很重要的是說，我們有調查到至少30位的傳統技師，那可能包含他是那個打鐵的，他是編竹門簾的，他是做主管家具的，那他可能是這個做麻油的，對，等等的這個傳統的藝師。這個結果其實顯示說，我們內埔地區其實是在我們6隊地區保留最多的傳統藝師的這個部分。那對於傳統文化價值具有很高度的這個精彩程度。北美，愛來耶！係啊，幾多年出世啊？係啦，咁又嗰個把年紀呢啲記得做乜嘅會做啊，鄉下一個。做鄉下人啊，同佢打工嘛。除了拜訪有數嘅師傅，一般嘅人家咪會去拜訪，像來到也嘅老火房，做乜嘅會有也罕見是松香嘅火房火，普查員如愛問清楚。我們來到係新董事嘅強和堂啊，強和堂都係因為有兩鄉嘅人吼，係小屋同房屋嘅人，睇下共同做嘅一個家人啊吼，一片竹堂嘅有時候係咧係小屋嘅人，啊一個照片係咧做房屋係咧係黃鄉嘅人啊吼，啊同一度訪問咧一度裝批講吼，也係頭擺嘅祖先，如講黃鄉同一個後生嘅兩個好朋友來到也鄉下來買一個地吼，啊一撒一片作物，啊講竹筒做鄉下個生一個地，啊落鄉下做一個頭擺人講冇計較，鄉下做一個竹筒，嗰時地擺有兩個竹工牌，一個係黃木嘅，一個係小木嘅係。普查員家家夫婦去拜訪，為後代子孫簽署嗰道家鄉，平凡又珍貴嘅客家上面文化。我普查員國家本人看做詐騙集團嘅情形，當日都讀到。成用啊，我覺得一定係詐騙集團咯。因為安尼講起唔點樣嘅呀，我有談唔實，偷沒有一通電話來呢，唔點等你也唔免等呢。之前冇同佢通知啊，安尼啊，嗱朝電話迄冇通知講咧叫我來啊。我想我談到安尼時間吼，哦，我請假哦，不用啊係，200哩，因為弟弟迄打200咩，
嘿哦，吼，你嘿啊，大量班啊，唔敢食。哦，我哋特別注意講禮貌上啦，當然啦，個好人人來啊，當然你唔是啦，你嗰度都詐騙集團啦，個好禮貌說明去甲對那個單位要拿證明，像我哋有樣嚟排嘅吼，我有相片個相簿，哦，個有包包，吼，也當印好，本印好了。係，大姐走。哎，你好。你好。迄個合宜比來做文化普查嘅。OK。普查員團子別協將機準備好勢，唔過日頭暗啦，一家去做調查該辛苦，唔過只係讀到後夜向前，點出錄下老師嘅東西。普查員知道乜嘅較辛苦，咩個得。人工的呀，又好有味啦，吼，因為大太陽啦。你迄陣間看到形形色色，我哋可以從這個普查學到禮貌上的哈。你拜訪人之前，你用的是多亞陌生地，看到一家人用的是，我哋用的是很人哈，再尊重人本人的訪問安尼，哦，用的做到本人剛剛講哦，很樂意的讓他們家他的寶都挖出來給我們，那我們這一趟我們會覺得哦。個成功嘅乜嘢都將樣放去。哦，迄滿到老貨房，哇！我哋都嗰種得到乜嘅保養嘅，就該放去。吼，從解都每一點啊，假如唔加有乜嘅老面床啊、老湯匙啊、吼老講台啊，甚至幾度安尼頭擺嘅呢農作物嘅一條東西，我哋一邊全部都會做記錄。吼，都我哋睇緊都很高興，安尼佢聽哦，安尼。普查員是每清財路作為的，從喺來到亞間幫人的訓育店，普查員除了對文化資產有相當的了解，看到老文物，就會想愛去睇，想愛去問。八字哦，孩子的子哦。孩子廚對。還有八字廚哦。要喺阿公嗰時買嘅。你看到每一個東西，你的敏銳度要夠，你才會有很多的疑問發生，所以人家都會問我講啊，你喺度做乜嘅？我講我攏喺面去前面聊天嘅人，啊，我攏面去前面聊天嘅人，嗰時啊，我對一個因為做嘅研究，也對一個也拉白，嗰時就曉得看到東西，都曉得會問安尼，好奇心比較重啦。這次睇隔壁落下隔壁東西，我講面看來講，有看到嘅，睇唔會想講，也東西都冇我睇呀，睇我因為我普查，如果我有敏銳度，我去看，有東西嗰種個奇妙哦。後來我去問老人家，你都會發現到嗰度個奇妙嘅東西。普查員以普語腳跡去尋討論老者見來見老，就會無黑歷嘢客種記憶，同並上國嘅文物傳統數語也到，嗰度嘅鄉親對安尼嘅文化資源普查每個認同。如果我哋係採天然，其實我諗唔到。地講我哋一採天有乜嘅保護，有乜嘅文化，或者有乜嘅我哋可以去地嘅一啲故事啊，冇乜嘅東西。所以我哋喺度研究，於是隔壁離山有乜嘅事情，我哋諗唔到啲。係啊，嗰時我希望講，像我哋嘅訪問係咧係，而家只要佢本他嘅人看，啊，你我哋地講哦，樣樣咯。我爸爸以前講，伊基本我哋咧後輩以前係屬馬嘅。好，安尼嗰種人來講安尼歷史，嗰種人來講安尼故事嘅時候，我哋都啲也會提防以前。曾經有乜嘅東西，然後有乜嘅人睇下係做乜嘅事情，係啲幾好嘅一啲文化嘅調查。幾好啦，對我哋客家文化傳統好，又可以相傳下去啊，挺好嘅，很有意義啦，啊。普查員睇田野調查嘅高程度，仲會發現幾多盲視見怪嘅東西，該聽，未累積嚟對自家家鄉人文風情嘅認同同熱情，同時未為各種文化生活的改變留下記錄。我們在內埔的調查裡面會發現說，內埔雖然保存了很多這些無形的文化資產，它可能是做豬膽乾，或者是說可能我們在雕刻我們的那個主牌上面，它雖然是一般的木頭雕刻，可是其實它呈現出我們客家文化的這個一個部分。那這些無形的文化資產，其實我們距離我們現代的生活其實已經越來越遙遠了，因為我們可能在現代的年輕人過年的時候已經不吃豬膽乾，那主牌長什麼樣子，他們可能也不知道，因為他們都住在樓房裡面，那距離有祠堂的這個傳統家屋也很遠。對，那可是其實這些傳統技藝的存在，
其实是记录了客家文化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的一个演变。其實我哋一邊係去做嘅，上屆客家我哋一邊係上屆去做嘅。啊，嗰度是20萬，點解到73歲？ 睇總結下，可以來貼片上嘅上面文化，研究為無戲做意義，無天窗無佢哋就行唔啲。大幫累積文化資產普查嘅基礎資料，能做得展現出在地文化嘅能量同生命力。以上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感謝大家嘅收看。來自日本嘅梨山薩托亞馬講嘅係總頭水田河壩混合拿，一道幾多嘅體景形成嘅淺山環境，係一種永續型嘅社會生態生產體景。為咗到潛出韓國推廣梨山嘅生活智慧，去年呢甘肅教育基金會喺某啲灣里嘅洲浦社區成立嘅梨山所環境學習中心。下禮拜六向下嚟看下先，我哋再會。